大家好，大家好。劉導演，第一次我同你合作咩戲？幾時87年龍虎風雲，你攞金像影帝。嚇？高秋。係咪啊？係，梗係啦。咁你同阿林嘉欣導演，喂，朱嘉欣導演，佢唔係導演，佢係合作，佢係 Central。第一部戲係幾時？1997年。啊，97年。係。相隔10年之後。係啊。啊，797。我其實好想問，嗰陣時拍菲林 CG 同而家嘅 AI 有咩分別？梗係有分別啦，同你拖住我出嚟嘅感覺。AI 係冇咁嘅空氣㗎嘛。感覺梗係大家我成身濕晒個手。咁嗰陣時拍 CG 嘅時候係拍菲林㗎嘛，後尾咧就轉翻落去菲林，即係菲林轉 digital， 然後再揾就 digital 再轉菲林，非常之複雜喎。係好複雜到不如我睇咗片先，睇下朱嘉欣片先啦。我係講晒，佢講得清楚啲啊嘛。係啦，你都唔係好清楚。我好清楚嘅，我都係第一個香港導演用 CGI 嘅。咁套戲叫咩名啊？風雲。咁啊，睇下朱生點樣講啊？喺父親對電影嘅熱情同認真態度嘅耳濡目染之下，朱嘉欣決定負笈意大利，入讀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嘅母校攻讀電影。當中包括1998年《風雲》雄霸天下，以 CG 營造火麒麟對決、排雲掌等奇觀場面，榮登票房冠軍，開創香港特效新紀元。其後有《少林足球》、《少林隊大戰魔鬼隊》嘅特效場面精妙絕倫，功夫、如來神掌崗位豬籠城寨多達500個特技鏡頭，製作歷時2年。另外仲有《中華英雄》、《見鬼》、《滿城盡帶黃金甲》等等嘅作品，令仙徒多次榮獲金明日戰記以及尋秦記導演吳遠輝、龍門飛甲特效導演鍾志恒、見鬼導演彭順、彭帆、九龍城寨之圍城嘅視覺特效總監兼香港電影視覺特效協會會長余國亮等等，佢哋將仙徒嘅創新同拼搏精神繼續喺華語電影圈發揚光大。朱嘉欣先生貢獻卓著，獲得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獎，以及商業週刊亞洲之星嘅殊榮。佢嘅夢想係將仙徒數碼化為華人嘅夢工場，歷時30餘載，早已夢想成真。今日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多謝朱生俾個機會，我喺度頒個獎俾佢，因為佢老爹咧係我訓練班嘅校監啊。佢老爹如果唔簽紙俾我咧，我係畢唔到業嘅。多謝晒，多謝晒。多謝大會俾我咁重分量嘅獎俾我，就係我覺得好榮幸。我覺得一切都係由一個夢開始嘅啫。不過夢咧係30年前㗎啦。就希望攞高科技咧，就注入去電影度，係可以同荷里活啲電影咧就較一高低。結果風雲就破晒紀錄啦，劉導演係嘛？就我好多謝同我一齊奮鬥咗咁多年嘅，差唔多係500幾個嘅員工啦。咁同埋亦都係多謝當時信任我嘅電影公司啲老闆監製。